E9 Number Systems Question 2 U 等於1加 I 除 A 加 I，V 等於1減 I 除 A 減 I。問以下三項邊一句係正確？喺做呢條嘅時候，好多同學都即刻諗到 U 等於1加 I 除 A 加 I 嘅時候，會將佢先做 standardize， 將佢分子分母乘翻1減 I。但喺呢條題目，我哋唔需要咁做。對應第一項，我哋將 U 加 V 加埋一齊，即係1加 I 除翻 A 加 I， 再加1減 I 除翻 A 減 I。我哋化簡之後可以得出 2A 加2除翻 A 二次加1。從呢個得到嘅公式，我哋可以睇到咧係冇 imaginary part 嘅，咁即係話呢一個 U 加 V 咧係一個 real number， 所以第一項係啱嘅。跟住我哋將 UV 乘埋1加 I 除翻 A 加 I 乘1減 I 除翻 A 減 I， 我哋可以得出 2 over A 二次加1，亦都係冇 imaginary part， 所以 UV 亦都係一個 real number， 所以第二句係啱嘅。對應第三項，我哋化簡1 over U 可以得出 A 加1除以2加1減 A 除以 2I， 而1 over V 就會等於 A 加1除以2加 A 減1除以 2I， 兩者 I 嘅部分並不相同，所以第三項係唔正確嘅。